財政預算案就提出咧，就話俾年輕而具有專業技能同埋經驗嘅非學位專才申請嚟香港。係咁就話而家咧就住呢個技術專才嘅名單嘅諮詢業界同埋工會，咁啊希望上半年呢裏邊有推行咁。嗱，就你所知，而家喺個諮詢業界就住呢個叫做非學位嘅呢個供專業技能同埋年輕而具有專業技能同埋經驗非學位專才申請來講，呢個名單上面諮詢個政府做成點嘅工作？嗱，我相信咧，就如果話咁樣輸入呢啲係技術性嘅年青人啦，就呢個咧，就我相信就建造業都會有份嘅。因為嗱，最近政府提交俾立法會咧有一份文件咧，好值得大家參考嘅，就有關咧係2023年嗰個人力推算。咁嘅即係話咧，由2023年嘅狀況咧，就再推算埋咧到2028又點樣？咁啊，講下2028個缺口有幾大啦？到2028年咧，全港個人力短缺咧個缺口係18萬啊。18萬之中咧，就建造業咧都係重災區啦。2028年嗰人力短缺咧，大致上咧係45000到55000。咁所以你話而家嘅即係輸入嗰個勞工嘅計劃又好，或者咧係特首所講嘅有啲技術嘅能力嘅年輕一啲嘅，係咪可以俾佢嚟香港？呢啲係有居港權嘅，即係佢講緊1萬個啊。咁其實坦白講，1萬個都杯水車薪啦。咁嗱，仲有另一個文件咧，就亦都真係好值得參考，就更新嘅就係講話咧。嗰個人口嗰個狀況係嗱，呢個咧值得講數字。2024年嘅年底咧，香港人口咧就係753萬人，咁然後咧就估計去到2046年啊會幾多啊？係819萬。嗱，呢個咧就包括埋咧就而家進行緊之中，先前已經做緊嘅一啲，譬如話嗰個優質嘅人才啊、高端人才計劃等等嚇，即係計埋咧個估計咧就會去到2046年咧就819萬人。咁但係咧呢個人口裏邊咧，65歲同嘅以上嘅人口咧佔成36%啊，即係繼續增加到超過1/3。而嗰個勞動人口嘅參與率咧，就由24年嘅55%咧，去到2046咧就跌到得52%添。咁所以咧整個即係大圖像睇啊，香港整個人口結構嘅變化，各行各業嗰個人力不足咧，就真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咁所以咧，我哋除咗個關心目前輸入嘅各個行業嘅狀況又點啊？裏邊咧有冇出現咗啲亂子啊？嗰個僱員嘅關係又點樣啊？嗰個生產力提升係咪達到效果啊？從嗰方面咧，當然目前即係要探討啦，亦都真係一個現實問題啦。但係再遠啲。嗰幾年，2028年好快到啦。再長遠啲嘅，到2046年，政府呢個估算，咁全部咧都係顯示到咧香港嗰個人力嘅不足。咁特別係值得警惕咧，就係呢個人力嘅推算咧，係嗰個缺口係18萬啊。其實如果你話將佢分開4個階層啊，即係由做即係管理嘅，然後到中等技術嘅。一路到前線啊，佢分咗4個階層去睇啦。就4個階層咧都係短缺。咁所以你話呢個情況係咪即係真係我哋值得好警惕咧？即係由經理到非技術人員啊，你將佢分開4個等級嘅話咧，其實咧全部都係去到即係2028年咧，係每個階層都係欠缺幾萬人，總嘅咧就係18萬。係啊，咁啊你又講未來啊，咁啊總的來說就缺人手啦咁樣。咁但係講呢一刻啦。近期成日聽到都話，哎呀，有啲私人工程就好少啊，即係公共工程多。咁啊，建築師樓又話又話不景嘅，甚至乎呢個建築公司都好多嗰啲營造公司啊，或者叫做都話即係有啲都話結業咁。實際咪嗰個情況現在呢一刻同對將來預示未來係咪有好大嘅落差呢個情況？嗱，因為即係政府嘅推算咧，當然都有根有據啦。咁但係咧就現實嘅狀況啦，就即係總係有啲高低起伏嘅，係嘛？譬如而家呢個時候咧，就由於嗰個即係關稅嘅問題啊，咁都搞到即係各行各業都出現問題啦。
咁所以咧短期嘅波幅一定會有。咁而家建造業嘅狀況咧，的確私人工程係少咗，政府又商業地就唔賣住啦，住宅地都推得好慢啦。咁你冇新工程，即係個私人嗰個工程市場咧係受影響。咁但係公務工程咧，政府咧就係仲宣布咗咧繼續增加。財爺講咗咧，由每年咧大約900億咧去到1200億。咁所以咧建造業咧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嗰個即係人力嘅配置咧都係有啲唔係好平衡啊。因為咧私人工程嘅又唔可以貿然我私人工程少，我做公務工程啦又唔得嘅。即係公務工程咧都有即係佢嘅要求。咁就話，但係我哋展望未來咧，嗰個建造業個人手係短缺嘅。咁呢個就係阿盧議員俾到我哋嘅印象啦。